大家好，我係設計師 Ann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單位嘅設計。今次全屋主要以米白色配淺木色為主，希望成個空間感覺係簡潔、自然，同時間帶少少溫暖嘅感覺。首先嚟睇下客廳先，客廳我哋用咗比較簡潔嘅設計，電視櫃以米白色為主，再配合埋木色嘅地櫃，令到成個空間望落比較乾淨。而靠近走廊嘅位置亦都加入咗一啲收納嘅空間，盡量將實用功能融入咗成個設計入邊。跟住就到飯廳嘅位置，飯廳延伸咗客廳嘅木色同米白色調，側邊做咗一組嘅餐邊櫃，可以擺咖啡機、小電器同一啲嘅日常用品。咁樣除咗增加收納空間之外，令到視覺上會更加豐富。再入去就係書房，書房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利用咗窗邊嘅空間做工作區，等日頭工作嗰陣時可以有多啲自然光。書台亦都做得比較長，配合咗側邊嘅高櫃同展示櫃嘅位置，工作同收納同時間兼顧到。之後就到咗客房嘅位置啦，因為房間空間都唔算好大，所以我哋將床、書台同衣櫃盡量整合做一齊，色調亦都保持咗簡單，希望視覺上唔會太壓迫，同時間都保留咗基本嘅收納同埋空間。跟住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會比較着重舒服同埋放鬆嘅感覺，床頭加入咗木嘅飾面同石紋嘅元素，再配合咗柔和嘅燈光，令層次感豐富少少。床側邊呢都安排咗一組嘅衣櫃，增加全屋嘅收納量。最後就係廚房啦，廚房用咗木色地櫃配淺色嘅吊櫃同台面，視覺上面會比較輕盈少少。同時間我哋亦都盡量利用埋雪櫃上邊嘅位置，增加收納，令細空間可以用得更加盡。以上就係今次嘅設計分享啦，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嘅簡潔又自然又實用嘅設計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